大家好，多謝收睇呢一條片嘅觀眾，我係潘秀慧，今日會同大家探討一個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主題，就係喺網絡盛行嘅時代，應該點樣保持是非之心呢？首先，等我哋睇一睇是非之心嘅出處先。孟子曾經提及過兩句有關是非之心嘅說話，分別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同埋是非之心自自斷也。咁究竟何為是非呢？是非絕對唔係大家所諗嘅八卦，亦都唔單純指對錯。根據孟子所講，是非之心係智慧嘅開始。智慧唔係指智力，而係人對於道德嘅判斷能力。呢一種能力可以令到我哋分辨對錯，從而做出正確嘅行為。而呢一種能力亦都係與生俱來嘅，就好似小朋友好自然就會知道要尊重長輩，或者你見到一啲不義嘅事情會感到不安咁樣。然而喺現代嘅社會，尤其處於網絡盛行嘅時代，是非之心嘅內涵已經唔僅僅局限於傳統嘅道德標準，佢仲可以包括資訊辨別，例如點樣去判斷一單新聞嘅真偽啦。第二就係理性思考，第三就係價值觀嘅堅持。喺咁多嘅聲音入邊，我哋又點樣去靠住是非之心堅守自己嘅原則呢？接下落嚟，我想提出以下三個關鍵嘅問題，去幫助我哋更加深入咁樣去思考咩是非之心。首先，第一個問題係網絡世界點樣影響我哋嘅是非判斷呢？雖然網絡係為我哋帶嚟好多便利，但係同時亦都帶嚟咗唔少挑戰。第一樣就係假新聞啦。我揾到一啲喺新冠疫情期間發佈嘅虛假新聞，當中嘅荒謬情況實在難以想像。例如有人提到當時嘅冠狀病毒係可以被可卡因殺死，相信大家都知道可卡因其實係一種毒品啦，又點會可以喺殺死冠狀病毒嘅時候而唔留低任何嘅副作用呢？另外，亦都有人提及微波爐係可以為口罩消毒，同埋有人講話有人用 5G 鐵塔傳播病毒，企圖控制世界。以上嘅種種言論都係非常之唔合理嘅，但係當佢成為咗一篇網絡上面嘅新聞，唔知點解又有好多人會相信喎。我諗呢個就係網絡世界對我哋判斷事情嘅影響啦。講完假新聞之後，我想俾大家玩一個小遊戲，大家可以估下下面呢兩張相邊一張係由 AI 生成嘅呢？咁答案其實兩幅都係由 AI 生成嘅。我想指出嘅係，當我哋喺影片或者圖片都可以偽造嘅時代，應該點樣去分辨真偽呢？而最後一個亦都係最重要嘅問題，就係網絡暴力。由於喺網絡上面有好多人可以隱藏自己嘅姓名，而呢一種匿名制就令到有好多人肆無忌憚咁樣喺網上面攻擊別人啦，令到是非嘅界限變得模糊。就好似呢單新聞咁，新聞調查到有2成嘅中學生都曾經遭受過網絡暴力，而當中一個中4嘅女生個案更加係令到人哋嗤之以鼻。佢係咁俾人用一啲負面字眼攻擊，甚至俾人捏造一啲自己根本都冇做過嘅行為喺網絡上面大肆宣傳，導致到佢嘅男朋友同佢分手啦，而佢自己亦都因為無助而感到想輕生嘅念頭。而呢一種例子只係一個冰山一角嘅事件，每一日可能都會發生更加嚴重嘅類似嘅個案啦。咁而點解喺網絡嘅時代保持是非之心係咁重要嘅呢？相信頭先大家所睇到嘅例子或者係個案已經解釋到一小部分嘅原因。而喺呢度，我想同大家講一講，基於個人同埋社會嘅責任，同埋避免同溫層效應，我哋更加應該喺網絡上面保持是非之心。同溫層效應喺呢一度所指嘅係社交媒體演算法，令到我哋更加容易接觸到同自己觀點相似嘅內容。網絡上面嘅立場會變得兩極化，同一個立場嘅人可能會忽略另外一個立場嘅人嘅意見，從而變得偏頗，咁樣就會增加咗偏見，同時令到我哋失去咗客觀判斷嘅能力。所以保持是非之心唔單止係對自己責任嘅負責，亦都係對社會嘅負責任。咁講咗咁多，究竟是非之心係點樣去實踐嘅呢？首先，我哋應該培養一個批判性嘅思維。我參考咗吳美美喺資訊素養同埋媒體素養一篇文章提到嘅大陸教學法。呢個方法主要強調定義問題、搜尋策略、獲取資訊、整合分析、評估結果同埋反思過程。呢一套嘅方法可以幫助我哋係可以好系統性咁樣思考啦，有效咁樣利用資訊同埋養成一個批判性嘅思考能力嘅。而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實踐方法就係實踐數位斷捨離。我哋可以每日設定30分鐘嘅無資訊時間俾大腦沉澱一下。另外可以取消訂閱長期提供錯誤嘅訊息來源啦，同埋每日睡前都可以回顧一下今日有邊一啲資訊係曾經影響過自己嘅情緒呢。而喺最後，我想做一個小總結，就係是非之心係我哋道德嘅根基，而喺網絡時代呢一份能力更加需要我哋自己主動去培養同埋維護。我希望大家每一日都可以花少少嘅時間反思自己接收嘅資訊，從而幫助我哋喺混沌嘅網絡世界中保持清醒。
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一度，希望大家可以帶住是非之心繼續喺網絡世界入邊前行，唔單止保護自己，亦都為社會帶嚟更加多嘅正能量。多謝大家嘅收睇，而呢一度就係我嘅一啲參考資料。